这个做客嘛，原来了，今日来除了咧，迄爱嘅老朋友，对嗰度客家天师嘅观众来讲，伊咩係老朋友哈，伊係嚴當年王之賢、馮陽之賢。Hello， 所有嘅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馮子賢。可能你是他有20年哦。可能看着你长大，冇按球啦，是多年有啦，多年有啦，就真嘅係看着子軒長大。真的，我也是看着女神的腳步啊，一路喊過來。哦，如果子軒過去呢，都係我對伊印象都腦袋很靈活，很多鬼點子。很喜歡諧音梗，然後樂趣，鬼懂些樂趣，還有大白看到我都會講女神，然後這個是很回事就是很感謝你把我奉上神，真的應該的，我的榮幸。第100，因為我哋之前呢大嘴魯鬼島拜，韓國他拜公布每個訪問，不過第100我有安尼弟弟，如果我家人去搞些小東西，了解一個故事，呀對我沒感覺很新鮮，因為同老朋友共發時間唔會安尼，因為都好安尼呢節目形式係安尼，就請子軒去抄為伊個嗰度珍貴的小東西。剛才如像處理本安尼提吼，可能對子軒來講有充有意義嘅問題。伊聽愛嘅音樂人，一個吉他，也係平常時大家是有看到愛那倆吉他，我倆吉他係有一家動重要嘅，因為愛。差唔多16歲嘅時間，都會彈吉他，所以你係提起我媽媽，可能媽媽買本我嘅吉他，之前都會愛去搞發錢、存錢、電吉他。我第一次拿電吉他，我不知道那麼重。很重，所以很多職業傷害就是這樣。會重咩？重。我說看你拿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想幫你拿。我說也係媽媽送你嘅。是6、7歲都送啊！17歲時間，媽媽問我講，你上年你會買東西，我係覺得賭博。其實倆吉他本來唔係當便宜嘅吉他，不過它是一個2手的吉他。它大概是1991年的時候，因為你彈吉他，你最動作螺尾吉他上映，彈起來在木頭好看。所以該東西有一家機會做俾賣價錢扣7000塊，7000塊。然後媽媽說好啊，你上年我送你倆吉他，是一起用到倆下。後來應該改倆吉他，因為我會表演嘛，我用好好的東西去表演重合，所以其實動態的東西比起本身還要貴。比方講這些配件啊，都要好幾萬。那可是這個吉他本身價值才7000塊哦，包括要提位哈。這個你係買貴的，那是米貴的時間買，是其他改動都改過很多次了，後來大概改了幾次，又最後定型，我就不動了，因為開始有錢買別的，其他不用改了。哇，要平幾多年呢？差不多算起來17歲到了，20多年了，20年有了。係我媽媽買本嘅，咁媽媽買貴潘得咯。哎呀，這東西，佢咪冇買想法想講，因為買東西是吉他，這東西對我最重要，所以我是覺得，倆吉他倆行愛保存條件安動好，我始終咪土地表演，還係動扎啦，處理來。有樣的書哈，真的很重重啊！對啊，你知道彈電吉他的人多辛苦了吧？常都要去敲脊椎。係真的啊！係啊，真緊啊！剛剛一開始我想愛，因為還記得人哋大水庫咪講過，唔係細黑過後看那時候還有的 MTV 台，然後過後日本的小氏家族，還是奈美惠，係啊，剛下過後看伊呢，那時候還沒開始學。一開始我學時節對音樂，我學時節其實對音樂係好彈音樂，因為我係因媽媽從細，你使用 CD player 啊，彈歌曲。我才大概青春期的時候，是該東西小氏家族啊、安室奈美惠啊、MTV 台每天都在播這些藝人的時候，我就很想要學音樂啊。該東西媽媽講，你要樓太後播電子琴咧，一個家庭不要兩個人學一樣。只是他從小就有一個分散風險的感覺，所以他就說，不然你去學吉他好了。你講學吉他，
把妹比较容易，然后我就去学了。但是我真的一开始想要学是电吉他，可是环境你也放给摸买民弹电吉他，所以就去学了这个民谣吉他，跟着老师一起唱很多民歌啊，太湖船啊，산타露西呀，这些，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。该东西一去又加感觉是想下去改歌曲，一直在找怎么去做创作的方法。好，我哋就看天你好对自己有重要意义嘅物品，把它送翻嚟。係上應該係同熒光係嗰有關，一種字。哦，最佳客語專輯獎誒。哦，金曲獎誒，叫做。都係頒獎典禮跟他揭曉誒。其實係動動年以後，導播留了很多年以後給我的。導播留嘅。這個緣分很奇怪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導播當年轉播的導播，其實係愛半央嘅同學，所以其實佢本來想講愛摸數司機，其實空起來想講因為你拄到愛時間那本愛。所以差不多頒獎2-3年以後，佢說：“那有個東西想問你。”就說：“就是你第一次得金曲獎的時候。”我說：“獎杯在我家。”他說：“不是，是揭曉的那個名單。”我說：“你竟然會留這個東西？”對，緣分。啊，嗰個我哋節目吼，按倒擺，第一擺主持人有準備小物吼，如係也個體重 EP 發條人樂團。啊，底部還有個搶名啊！該東西搶名了倆，冇可能。之前是直視，現在都做橫視。我可能也係你人救命。16年了，跑那麼久了。我總係講昆崙子軒長大嘞，啊，剛才第一種 EP，剛才你睇下個電視這條路嘛。係。啊，如他把我去練團，我感覺哎呀，好上嗰種安貼片哦，你上班哦，還有音樂夢。啊，剛剛錄出的 EP 嚟講，剛本來20集，本來都本來嘅平灣。貴人。你仲係講啊，見到一屯子軒講，是我先看到你。尋夢的女神。後來，其實錄導演做唔得講順利，可是對外人唔係順時嘅，因為你都係一出手。對，很多人都這樣說啦。我懂你嘛，如果唔係講吸引人，那會做一種東西，其實你不是那麼量產，可是你一出手就係捏比。我老該其實應該好做的時節，該東西應該做發條樂團的時節，應該每有聽收唱片公司寫歌曲。不過佢就講愛寫響滿咧。他們那時候要求我說，你至少1個月要寫4-5首歌，這樣才叫做作者的速度。所以那動單啊，一張念一條歌曲4H 都差不多了。因為我做音樂就會反覆雕琢，所以我寫作是會一直重新，就是像磨那個陶器啊，或是雕塑這樣。所以該東西一開始做流行音樂時節，其實應該沒起得動順利，因為應該彈獨立樂團這些音樂長大的。後來我要開始寫這些流行歌的時候，會有一些衝擊，所以沒係因為兩種感覺，所以變成愛做愛時間上會做的事情好順利啊！哦，剛才你係可以第三項喎，好，然後就看第三項之前帶來嘅重要物品，剛剛先係問嘅。哇哦！這個我第一次拿出來，有點害羞。哇，好珍貴哦！我哋節目替代，看到用本呢戰鬥特技，combat特技，戰鬥特技，你是搞乜嘅？我是搞乜？是可能小學3年生、4年生。你看那個，我那時候還只買得到國語這種作業本，有冇？還要自己畫格子。哦，你繪本啊，你畫係的呢？係啊，那寫些動好款七龍珠啦，悠悠白書啦，那種這種很少年漫畫那種戰鬥的，然後這個是我覺得要做單行本，有冇？你還有目錄啊？目錄哦，而且我其實那時候很不滿意是什麼？因為我一直只能買得到這麼大的作業本，因為小時候看漫畫都是小本的，我還要自己做裁切、裝訂。可是我本身有上過去搞邊漫畫家的。應該，我覺得我到時候那時候對這個職業沒有什麼想象，我就是很喜歡畫畫，小時候很喜歡畫畫，然後很喜歡看漫畫。我有一個興趣是很喜歡看，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看。哦，
所以该东西应该款七龙珠啊这种战斗，所以我就很去模仿那种线条，那每个都肌肉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以前这个我拿给我太太看，他们都大笑说：“你小时候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有这种大肌肉？那你现在也没有练这样。”我蛮细微啊，我过训练啊。如果唔弄，唔嘅听一本魔法牌。没画完，没有耐心，可能要碰到你看到他画风改变了，因为后来变成格斗天王出来了，前面的人呢这都是正常的人，后来开始格斗天王流行，就把这些加入角色。也可还留下来过自己。你应该只去用办法法高斗，因为应该理亏无怕我不会带。然后爸爸妈妈说，你有些旧的东西放在箱子里的哦，自己带走。然后我就清一清，我就看到很多宝物，所以我就其实爱那本爱摄影款给我大儿子看，他说哇，妈妈你以前这个是什么？我说我画的漫画，鼓励记者重做，因为应该是说摄影为摄时间为动作，像我怕因为会觉得，比如说你想做一件事情，尤其是创造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小孩会很想要大人的鼓励，所以我想要给他看，就说你看。爸爸虽然现在是做音乐，可是我小时候我很爱画画，所以我现在对你应该要走打事情想来走画画或者休闲，你想要玩一些黏土创造的东西，我非常鼓励，说煮乐高啊，我说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培养你想象力的，所以我就给他看。变爸爸嘅事业，咁人哋唔識下場，人哋等下都做嚟技術大隻股。呢個點解咧講衝推班？理開家鄉呢個是上一家鄉嘅社時節，有經過嘅事情，有喜愛嘅會所，交過朋友，那些以前年輕事情，我覺得在離鄉的時候就突然很有感觸。今日做客萬言來了，今日來做了係營養願望之前，好多之前講到嗰當年底嘅吼，都係還是當然都過去看營養，係氣氛浪漫化，漫畫到現在都係歸主要嘅閱讀嘅來源啊，對，還是很喜歡。因為嗰當年確實啦，都會同人講，因為人嗰時候看漫畫，如果嗰當年講，其實嗰種漫畫一定厲害，就係唔可以對地波前嗰度。哲學性咧，也算講創意，非常嘅多。之前其實有幾多嘅興趣咧，吼，我哋今日看到嘅野球，野球，還有職業證書，也係嗰種夏令營嗰種。嗰東西我寫時節哦，除了法圖和有家，因為我爸爸沒動好認同，所以其實鼓勵你從小去認同做你重要嘅認同，所以嗰東西我要參加。棒球夏令營，該東西打野球，打籃球，參加籃球隊、網球、游泳隊，然後我還有得過，我本來今天想帶我游泳隊，我去參加縣運的銀牌，我忘了，不知道收到哪裡去了。這時間係這種運動健將。對，我媽媽一直就是有很多既定印象，什麼文武雙全，她就覺得文就是要會念書。媽媽很有計劃。她真的是一個。很有計劃，但是沒有什麼想法的人，這樣。一直從小就希望說長大當軍公教或者是工程師，然後我都無緣了。不過如果去栽培咧，就會有興趣，好個彈吉他，他就很送你。他就覺得好啊，你去啊，他都把這些事情當成興趣啊。你彈吉他，你法圖，你也認同，但是你以後還是要做工程師。就是會運動的工程師啊！要不要還有一種胸？要寫世界的胸片。那係野球沒有？那這個是職棒選手。以前三商虎隊3劍客，戈雅。那時候我們小時候看棒球，然後他們突然出現在這個球場的時候，哇！我們第一次看到明星呢，而且是我每天看電視打棒球的這個，原來他這麼矮哦，原來他跟我差不多高哦。就是那種感覺，然後窮水，所以這些東西我都大概都收藏在，就是一個包包裡。我以前高中的一些回憶，我都把它封存起來。然後偶爾啦，我會蠻喜歡翻老東西，因為我老婆就說我有點很念舊，可是我覺得那都是講故事很好的
灵感来源。嘿呀，很多肉上面下面还有韩国肉诶，光是这个盒子，然后还有上面英文。对啊，我现在好像没人在洗相片了。哎呀，这其实是我爸爸整理的，然后这边还有阿公。我阿公的喉咙音，冲绳他是一个那个 Sevilo 师傅，就是西装师傅。然后这个是也係記點，然後記到沖繩，因為阿公那寫世界機傳動都錢，所以，但是他不是很會投，他有點那種雅痞的人，他就會把很多錢花在這種興趣去買很貴的摩托車，比如說以前的偉士牌，他這個年代他就買了偉士牌，然後或相機以前一台就要5-6萬，在當時他就會買，所以這個照片其實係記到該東西記起來。然後在玩這些東西，對啊，所以雖然阿公沒有留什麼財產給我們，但是我覺得留了蠻多回憶。所以其實我爸爸就是一個很會整理東西的人，所以他把過去我家有一個書櫃，沖繩都拆所有的相片，他都分目錄。幾歲的時候，因為老公愛我睇下習慣。他現在你看完照片，你要放回去，如果拿出來沒有整理好，他會生氣哦。他說：“哦，你這樣我編碼很難做這樣。”所以其實每棟尋夢爸爸繞1000的經歷下咯，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我們，你知道，就是我們到了這個時候、這個年紀的時候，你會忘記很多以前的事情，這個街景。長怎麼樣，或者是你是誰，你跟這個土地有什麼樣的緣分淵源，所以很多相片，我會有動到的感覺。比方講啊，兩人來了，誰來了我就好誰，我就會去翻，其實你看我家族以前的誰，隔代會遺傳嘛，然後其實我們臉型又像誰，哪一個姑姑長得跟我們很像，這樣，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。有人應該沒。才愛體重的木藝的專輯，因為體重按木排量該級的專輯，該東西每種都動動愛阿公以前的相片才專輯裡邊的，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很珍惜，偶爾會想翻出來看一下。還有那邊有看到一個衣架，那個都係阿公頭擺，第好走 Sevilo 就剩沒幾隻，有的應該是好像是我的阿伯，看我在收集這照片的時候，找阿公的，他就說：“那這一支給你。”有條牌很多。華德。你看像那時候電話才5碼而已。哎呦。對啊，華德的。這個很值得留下來。對啊。真嘅大部分也冇可能留下來。大部分印度挑剔啦，以前那個店名上面還會寫字，這個應該是真的是毛筆字寫上去的，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家。以前的東西留下來，對我沒有咁重要的意義。咁我覺得你很念舊啊，這個一個團會貴對台北貴到家鄉，老人嘅也就念舊的個性習慣。可能有一點我比較感性一點，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回到家鄉，轉到文化哦，對幾多來講可能冇埋咁重要嘅感覺。不過對我來講，從台北。離開家鄉以後是上離家鄉的，是些有經過的事情，有去過的旅所，交過的朋友，那些以前年輕的事情，我覺得在離鄉的時候就突然很有感觸。喺美國主要原因咩係新人出世？係，因為嗰東西聲音才特別出世嘛，所以應該才天氣特別走勢。基出世以後，開始一家想法是，因為你從誰帶新州嘛，我就想說這個小孩他以後一定會跟人家說，那新州我是台北人啊，那新竹是我爸爸的家鄉，那我也覺得有一個好像什麼東西斷掉了的感覺，所以應該東西有一家記憶，因為應該變做一家客家故事以後個，那有。動到客家故事就得做嘅事情嘛，全世界都係愛舞台，都係愛做社會所，所以要去到轉移家鄉，可能是一個新的挑戰嘗試，那就帶着小孩一起返鄉。不過呢，等你土馬，因為我年嘛，都係世界都係人嘅舞台，冇講愛天做一定要聽愛，邊愛奈都會表演。不過後來都入到獨門市場。都有一個有點像基地嘅感覺，不過也個都會韓國複雜嘅，假使你自己一定要做個好，不過你都越搞越大，而家嘅係一個
考虑过叫佢結天哈，佢入去東門市場。我師兄講一件事情，我養容下一件事情嘛，我覺得常常都是這個好像就是緣分就是一直牽引。然後我一開始應該轉到新竹給徐姐用伴上的請一家工作室，是因為應該動到徐姐大家都會請來訪問。来找我訪問的時候，然後就說他們想去看你工作的地方。那我一開始回去都是在我住的地方工作，啱去到東鳳片啊，東因來我行不用嘅三福漢掛才開片，然後就覺得有點怪怪，有類似一家想法講既然我回來了，我應該要有一個地方讓我做音樂這件事情有機會跟別人交流。考做些因在西門町西涌款都 Open Studio， 我說那我在這邊蓋一個 Open Studio， 採兩片留印走廣播節目，然後我就開始有一些想法，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人聚集跟交流想法，而且我搞不好可以因為應該走下架嘅事情，東因為把群呢會知道說我也是客家人的，因為你做客家的事情。做嗰度種事情咧，吼，關做去環境局啊，你拍了一條視頻咧，然後飛幾款記錄過後啊，就是大家很緊密嘅感覺。啊，韓國人嗰度票上嘅叫下有幾群聚嘅效應，可以做廣播。其實嗰陣想當56年嘅事情咧，咁我哋做嘅嗰度是，韓國音樂節嘅做嗎？音樂節也有，音樂節咪因為本來係一家小舞台，你是去到架一家台舞台，架兩家舞台，要變成一家音樂節，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這裡活絡。有時候做到最後自己會覺得很累啊，因為其實你走了件事，沒有人逼你做，你真的一開始也是自己想做，但是這個去完成的過程，其實動幹苦的事情，大家冇看到。就像大家都說我常得獎，子軒都做好像很順利，其實很多挫折是我們沒有跟大家講，那只是說。這些事情，如果我覺得這件事情對大家都好，我會去努力一下。對大家拄好啊，要引來，還要創造到新的音樂的憧憬啊。我們在這邊也會有一些新的想法，所以應該有兩種專輯，其實才東門許聰有更多的觀念，從一種上腔上香這張專輯，然後到前一張牛少，聽牛少還有更多的歌曲才東門許聰地步的留印。我覺得其實。我們也在做實驗的，其實我覺得就有點像是有一些未知的可能，就像我當初回到家鄉，轉到家鄉那件事情，其實應該很目的，這個事情會怎麼樣？可是你不做就沒有。我現在碰到很多事情，我都會覺得去挑戰，什麼是我能耐可以挑戰的，我會挑戰看看。不過其他按你明起來，其實你做過多事情。雖然辛苦啦，不過剛我講幾辛苦，不從還係喜好嘅。也是謝謝老天有眷顧我。搞到下一段嘅時間之前，我帶大家去到一個對於有充有意義嘅場所，好，等下大家同我去先上下茶。其實因為起到很多人對回鄉這件事情的想象，其實你們會覺得就像故事，泡泡的啦，對，有泡泡，或者是像電影，你就覺得有結局。可是事實上，回鄉以後。你要面對的事情是有點困難的。基本嘅來到嘅係我寫時間，我媽媽冇教。愛曉改片兩片咯，你從細擺到大嘅阿公廟廣福宮。1、2、3，4字，我看4字還是5字？金爐嘛。金爐啊，那個一次五爺，這個灶神，然後金爐。子軒妹不是很調皮的，她是就是說。比較活潑正常，但是不會脫離這個本質太遠。黃媽媽以前講總想為子軒去竹科嘛？係哦，有想哦，我覺得說上班的時間比較正常，假日休息，颱風假日都休息多好。啊，先做歌手，假日還要
还要跟着出门这样子，嘿。你啊下做唔得啦，你啊研水主科摸你会容爱啊。不过我觉得那是以前妈妈对她的孩子的期望嘛。谁西街其实想讲3个职业最好，军公教。后来科学园区起来以后，他看到朋友在竹科上班，有领股票的，赚大钱的，就有一些向往。我们以前小时候摸一家跳舞的哈嘎够修啊，还没办法想象。但现在这个，我觉得像我到我这个年纪，我会有学习啊，我就对小孩没有这么多的投射，我就常跟妈妈讲说，其实，父母亲对小孩的期望是一定有，但是你其实没办法改变小孩子他要做什么。就像我从小在这个拉锯过程，我一直在证明说，我不用在新竹成为一个工程师，我也可以回到新竹安居乐业，这是我从小一直想证明的事情。来自新竹客家音乐工程师黄子轩的作品，这首歌叫《阿哦》。阿哦，给永远山树面，三个公主大白村的三叔朋友田。我觉得在做这个职业的过程，其实它是真的是很辛苦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理解的。不过我去到我做客家任何以后，我妈妈对我做任何的感觉其实变动多，她就觉得说，你做这个客家的音乐，其实是跟它是非常有关联的嘛。我们有时候人都要回到原点嘛，就像为什么人想要回家，那就是因为你就是要回到原点，才会知道说你走了多长的路，有多辛苦，然后你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，然后要不要给自己 refresh 一下。对我来说，也在把贡苗也像是一个我在新竹的一个原点。现在做客慢饮了，头都看到样片当中，嘿之前同爸爸妈妈听他哈，我们蛮少有这样哦，就嘿一不卡你听他安尼。我感觉都伊呢，就是那关系蛮紧密的。对啊。韩国可能我嗰度年記得講，其實係媽媽喺行，爸爸喺好咯。唔過睇下對因個太影響嘅都係客家，係路途客家嘅連結，你種詞咩？應該路途或者係啦係星座，也歸有關。我其實係在新竹嘅時節，對我來講，在客家環境當橋啊。因為從爸爸佢本來係軍人嘛，軍人他退伍以後在駐北服務，然後其實佢會學客家話，因為佢冇學客家話，佢冇辦法做事，因為佢咪當到的朋友係客家人從主動來帶，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環境就跟客家都很像。我從小一波大概只有會人家老師問到說你是閩南人、客家人，然後我就說。我一半，你爸爸是闽南人，媽媽客家人，然後小時候老師說，那你就是閩南人，這樣。我後來睇咧以後，我透過種當到朋友，記到群裡面會講客家話，後來我做學業咯，必須當到幾年係到媽媽有關係，所以我是到後來我做的事情，讓客家沒有動態連接。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像我們去 NAT 在八公廟，我媽從小就說，你們弟哦，你愛球哦，窮誰家。我以美夢想帶回收，我們從小完全不想要住這裡，因為太窮了。媽媽形容的窮字真的是很窮，我有時候很難想象。我說窮沒有錢可以去上班啊，她說拜託，以前農村裡面誰上班就是去務農。我說那錢哪裡賺？她說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錢呢、啊，錢哪裡來？就是西天吃有蓋有吃。然後錢可能就不知道誰去賣掉這些東西，有東西然後大家分，所以他說小時候窮到他形容就是你很難想象留尬到現在這個樣子。然後所以我常常跟媽媽這個連結就是從 NAT 跟八公廟，然後我就覺得冥冥之中好像是八公很愛走他家的事情。然後到後來其實你看我的爸爸媽媽，像有人說我爸媽好像大家都認識很久了，因為大白共同愛的故事愛寫歌曲的故事，其實當到都老愛家庭、老愛媽媽、爸爸佢都講過，我有關係，所以
我是都等下都讲起家，我爸爸都说，或我妈妈都说，我们现在我的音乐事业变成家族事业，因为我去演出，他们也都要去。我说你不来也可以，他说不来的话，有时候没有暗装帮你那个台下欢呼哦，那你看起来会场子没有那么热哦。哇，你会想呢吼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妈妈改变蛮大的。像刚 VCR 里面讲到说，妈妈其实以前她真的是很希望我当工程师。好，走的期间该才填习特的期间，我觉得她完全不是很满意我的工作。那当然。我在电视台应该才田奇特挑入一家很体面的工作，但是很辛苦啦。他也看我常奔波这样子，然后我走进我，其实我才特别是因为还有一家原因，是因为我上的弯心来走进我的一家梦想嘛。所以其实记到给鼓励，后来我比赛，台湾人重进我台中第100那度哈密组给第1名的时间，我记得我和我妈抱在一起哦，第一句话。我可不可以不要回新竹了？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妈都说：“哎，跳路西天啦，转落新竹，请才走一下口号烟气的，马个事情都动又签了。”她的印象中就是觉得在新竹科学园区做什么都是有钱的。那我妈很好笑啊，她讲的好像她对科学园区很了解。那天我那个寄版税的那个单位寄了一个版税的信封来，写 MUST。然后妈妈说：“你这什么？你买台积电股票是不是？因为台积电寄东西给你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台积电叫 TSMC 好吗？你连 TSMC 你都念不出来，你还叫我去科学园区？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好笑，这个过程，跟妈妈的其实不要说和解，我就是理解。妈妈其实后来对这个职业，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去证明给她看。你走的事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。后来去对我走客家够修炼加兴奋，我觉得他很认同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去演出他都跟着去。你刚刚去转捩点可以花个时间啦。而且都会因为那种啊，我觉得那个很重要。很多人就说那太现实了吧？为什么家人一定要？这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对父母亲来说，我觉得我也理解，因为他会担心，经过听到我修理嘛，会讲你投一家可能没买对你自己会饿死的路啊，其实问题，那谁期间哪有一家风雅或者客家歌手？我妈说，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有客家歌手这个职业的。她说，我小时候印象中就只有军公教，这是最有出息的科学园区，因为他身边很多人在那边上班，有领股票。他觉得每个在科学园区执念很深，很深。我就觉得到底在深什么？可能你带新旧啦，后来应该觉得每条专原因，因为老实讲，我没有办法留在新竹。小时候我说这里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去台北，我去追逐我能做的事情。后来应该觉得又关心一对我爱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在台北达成了一些我在这个音乐上的一些，我觉得是一些 checkpoint， 所以我才有机会在讲一技术用大家幸福转到新竹加强的先发。这个也是我小时候没有想到。我觉得要是我在台北成功了，我应该就留在台北了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我反而因为这件事情，我回到家乡。这也是蛮多缘分，一件接着一件。我记得我前一阵咪看到有写喺个别墅房有写的，以前感觉会单恋台北，应该会感觉我係孤单一人呢，对家乡好像也是某种单恋。对啊。佢感受係嘛嘅？而且都你转到家乡哦，其实因为起到很多人对回乡这件事情的想象，其实你会觉得就像故事，泡泡的啦，对，有泡泡，或者是像电影，你就觉得好像结局了。可是事实上，回乡以后，你要面对的事情是有点困难的。比方讲，走进那件事情，对我的身份当然是我有外县市很多的工作，但如果你要在自己的家乡才你也刚用心就建立那件事情，你就要面对市场很小，你就要面对客群很单一，因为这里的大部分的人口结构是科学园区的人，然后你要面对这边资源不如台北多，所以动斗期间你走一件事情，你会觉得很寂寞，非常寂寞。那个
你会觉得你可能在台北做一件事情的轻松的程度，在比新竹是容易多的。所以你做这种事情的人不多，系啊，嗰种我得做共鸣也够加一些。对啊，然后理解你的人也比较多。刚才你不是先发嘛，我走学期间，大家就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邻居很好奇，为什么你每次出门的时间大家都已经去上班了，这个时候理论上应该没有人了。怎么你整天这个时候都在家？那你怎么假日都不在家？你也不想去解释太多，因为很复杂，你也不想给人家知道你是谁。有时候这个在生活上是有点困扰。所以那许多对，刚刚公仔刚刚为什么讲单恋，你就觉得你很爱这里，因为这里没有这么爱你。我感觉很分享一个，感觉很心里话。对。难怪下一算都过哟。到底下都最味嘅可能嘅，如果叫下来说一方，对于之前来讲充有意义的料理会好奇。等下我录底下买个嘢，先沙茶。我现在就会觉得，我只要做每件事，我就觉得我要很快乐，没有负担，想要接近那个状态。我觉得那个比较难，因为很少是随便玩轻松自在就达到一个很大的成就，那是天才才做得到。你来做客买嘢来了，入面来材料嘅係鹽業王之前，都有啲幾款人嚟叫下老師好食的吼。头头之前讲，以为带一个料理，还有一个小故事吼，可能是等下讲。我眼嚟来像处理木本眼嚟，可能是对于之前来讲有充有意义嘅料理。谢谢什么？一个黑饭，搭配高麗菜。高麗菜盤。高麗菜盤，係從細是怎麼吃的？其實，這算我媽蠻拿手的。看一下。應該不是我師傅呢。好香。很好吃哦。因為我原來媽媽怎麼會做？其實這不是客家料理，因為我跟媽媽打問爸爸，我爸爸係喉嚨音嘛。我媽媽她說從小在農村哦，她說她每天去淋菜，淋到她很恨這些菜。她說她最討厭的就是高麗菜。哦。她說她小時候講一個故事，她說她的阿叔啊，每次看她那個開時會淋菜啊，就說我媽叫金鳳嘛，說金鳳啊，你應該那個開時淋菜，因為我洗下該洗啊，莫用地該菜淋死麼啊。然後他就覺得很難過，就是覺得我叔叔叫去吃屎這樣，然後他就很抗拒高麗菜。後來他說他嫁到我，就是嫁給我爸爸以後，然後我阿嬷有一次做了這個高麗菜飯包，他說哇，怎麼那麼好吃？他竟然說他這麼討厭的東西竟然這麼好吃，所以他就開始學做這個高麗菜飯。所以現在到有時候我回家的時候，他想不到說要特別煮什麼。我媽很會煮菜啦，媽媽動不煮菜，她幾乎每一天都一定要煮。然後到現在我的小孩跟我們都很喜歡吃媽媽煮這個高麗菜飯。好多時間在台北的時間，其實我們都想念媽媽煮的菜，因為在台北比較少機會吃到嘛。有人轉到家鄉嘛，當一回事。就覺得不新奇。就變啦，很有時的時間。因為我媽很喜歡做菜，我媽一天要是我們每一次要煮的菜，她就會很挫折。比如說她煮了，有時候我們工作時間不一定嘛，然後她就會說，今天有沒有回來吃飯？說沒有，她很生氣了。那煮完豆，因為我轉那些，我說我今天就回不去啊。因為我還好，我現在那個小孩都會回去他那邊吃飯，所以。他現在不會管我，他都會管你不回來就算了，你兒子要回來吃飯。哦，剛唔難說，中普通嘅樣片底部爸爸有講，你不算是太難教的小孩啦。我應該算很好帶吧。係啊。這些時間都乖。我覺得我很獨立，我不太喜歡我爸媽管我的事情，所以其實我功課也都會自己顧，所以我媽就說，我也不用去上什麼安親班啊。我媽以前在做洗頭嘛。開那個洗髮院，下工開始去湊公差轉移理髮院，我就坐在那邊自己寫功課，寫完自己檢查的，我媽媽只要蓋章就好了。就滿生他們就不用太擔心那種。對啊，我也很像我小時候最討厭老師寫聯絡簿，就覺得老師寫我壞話，我就希望白白的就好了，簽名就好，我就覺得我希望都蠻
我自己理解，我自己去做的事情，这样。所以我妈妈就会要求功课要好，兄弟应该动好打球，唔够机会攻。你如果打球功课退步，我就不给你去打球了。所以我很爱打球嘛，所以我就很努力啊。因为我觉得要是我功课不好，我就没办法去。后来到国中的时候，课业真的变很重，我真的就得放弃运动。我说我妈给叛逆期，也有啊，我觉得我有时候心里想，就是人都是父母亲的缩影嘛。穷谁应该有一团虚见，我爸爸以前是公务员，所以他假日是非常有空，几乎每个假日我们都会出去玩。穷谁大家礼拜，但是我大概到了我很热衷在运动，或者是准备要上国中的时候，那读某种的天呢，爸爸妈妈出去聊。所以我爸有一次还对我发火，说：“哪有人像你这样子？一家人应该假日要一起出去，为什么你就不要？”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挫折啊，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间。所以你说叛逆期，我觉得都会有。其实上一台因对我来讲，动斗的时间我有很多反省。我会觉得我自己有孩子嘛，我就说，要怎么样避免成为你不想变成那样的人？比如说，像我妈妈从小就会有这种刻板，就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做什么的。我就常跟我太太讨论这一题，就说我觉得我们不要说对小孩没有期待，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更聪明的家长。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职业，应该是鼓励小孩去变成追求自己兴趣，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不管几个走马开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为那样的人。可是那个很难，因为你要去非常的去理解，而且你要很有包容心去理解你的孩子。我觉得那不容易。所以慢慢的，我从上一代的经验，上一代您对安利，我常是这样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上一代的人对我们的这种事情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抗拒。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一代，我就要改变。你看我们都是一直会敏感、很敏锐的人，很不错。你看创作者不会安呢，我有一个很敏锐的心感，让写出东西嘛。不过因创作的人也没会过好奇，不会读到难题我写嘛个也是。没会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要看你给自己的环境是什么。从那起头那有一家走的，比如说商业创作跟自己的创作，我会分得开来。商业创作就会有 deadline， 比如说你接客户的案子，这就有 deadline， 你要去服务客户。所以不管你走到哪一家盖团，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在服务客户的能耐到哪里。如果最困难的是你走你去盖的东西，因为你要自己点头嘛。那你要自己点头很容易啊，但是也很难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会分清楚这两件事不一样。然后走去盖时薪最困难的是，你要突破自己，你不想重复自己嘛。然后你要找到一些新的方法，然后那个新的方法一开始在你身上会很难过。因为你从来不知道那个领域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开始都对，应该都会讲走哈卡进哦，没有包袱就在这里。因为大白应该走一天，哈卡时间改曲风改变化，从周改踢吹改变化。如果我写到了大家有感觉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成就感就来自那里，就是那个就感觉好像客户点头了的感觉。我觉得困难在那，所以我觉得题材对我来说。我常常就是会到处很发想的去想，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，像我自己手机里面就记录很多 brief 就是我今天可能看到一句话，我有感觉，可能有一些谐音有双关在里面，我可能会留下来，但是我不会那么快的就要去做它。那许多从周也好，做认同也好，有时候你一直执着在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越做越差。一下眼的流样係2015年10月代，假使我下一種表白題嘅表項，可能睇得到又有難度嘅。2015，係，而家係2015嘛。假使我下一個新年新希望，我一天係明年。
你刚刚人家真有可能会写夹巴地别红嘛。俩好就是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。这样年岁以后，那许多我觉得以前年轻那种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，这种欲望变少了。我觉得是会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，然后让自己每一次打白走一件事情起头，很好玩，很快乐。我觉得现在就够了。有时候对，尤其是像财富的追求这种事情，有时候你真的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再多也是那样，少也少不了多少，再多也是那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那你假设说你还剩下5年、10年的时间，你可以做这个喜欢的事情。我现在就会觉得，我只要做每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我要很快乐，没有负担，不要觉得啊，我好苦哦，我怎么那么可怜？我要想要接近那个状态，我觉得那个比较难。因为像我常跟人家分享，有趣的事情、有成就的事情都很辛苦，很少是随便玩玩、轻松自在就达到一个很大的成就，那是天才才做得到。所以，像我们这种人，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件事情，在努力这件事情里面去找到从容，找到乐趣。我觉得有乐趣的事情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有一天我要是做音乐做到，我觉得做音乐没有乐趣，那我这就会停下来。那有时候搞不好停下来2、3年，你就发现新的乐趣，那你再继续。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到这个阶段，我会鼓励自己，就是好好活着，保持快乐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喜悦这样子。今日非常感谢子轩案，就真演唱老朋友睇到最好玩嘅，还有嗰档唱，还有带来好食的，也天140度嘅高丽菜，高丽菜盘，必找。好，再干杯。有加。必找我是好像是批的糖果嘅咧。糟蹋。係南部嘅必找。必找。你去找嘅。比嘅糟蹋。比找嘅。找嘅。你找唔？對，找嘅。照顾。兩個當到，那媽媽自己，我就怕講嘢。那還是因為我發現它其實有點像油飯，所以它其實會用麻油。所以我覺得我媽媽她在這個口味裡面有找到一些。